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的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可以说是叫惊心动魄吧。早盘是下跌的，跌了将近1个点，这个沪指结果尾盘是涨了1.53%，站到了3300点以上。三大指数低开高走，集体大涨。深成指涨了2.25%，创业板涨了2.73%，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4300只，两市成交1.46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多了1538亿元，主力资金流入21亿元。今天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应该是收获的一天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走势呢？下跌到最后上涨，来个反转，我觉得恐怕是有小作文吧。应该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流出来，大家可以晚上再等着看一看是不是，否则的话很难这种反转走势。但是这个虽然它涨了，而且成交量比昨天有所放大，但是这一共是1.46万亿的成交量，这在最近来说都是缩量，也就是今天是缩量反转，这个有神秘资金出手护盘的意思。如果再不出手就有可能跌破3200点。在神秘资金的这个干预之下，题材股全线活跃，什么谷子经济概念继续疯狂前几天咱们也说了这个胡适它不会直接下去，它要震荡，应该在12月10号前后，等到更多的经济数据这些经济指标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恐怕是选择方向的时候。关于这个胡适未来怎么走，这些专家之间也产生了分歧，各大机构之间外资机构现在已经开始看空胡适你比如说这个施罗德投资，他说审慎等待中国股市改善。2024年11月26日于香港发布2025年10大投资预测，其亚洲区多元资产投资主管近藤晋子指出，应中国政府9月宣布的刺激措施，对中国股市较此前感到乐观，目前正审慎地等待着中国股市改善。这个近藤晋子他还说要等待的不仅是今年9月底宣布的中国刺激政策的持续性及细节，也就是说你这个政策出台之后有什么效果，还要看落地情况。另外呢，还有美国政策的走向，在他看来，将于明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施压，将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加码出台刺激措施。针对特朗普最新于社交平台宣布，你对中国进入美国的所有商品再加征10%关税，近藤晋子表示，特朗普毕竟尚未入主白宫，目前的宣称只是口头说说，而且以他的行事风格，即便未来签署了行政命令做实，也总是可以重签否决。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现在入主白宫之前放风是他以往的商战惯用手法。这就是特朗普和别的总统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个商人，虚虚实实，不怕炒作。一般的政客比较忌讳炒作但是特朗普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吧？他还没上台呢，他自己还没有什么真正的表态但是你看俄乌停战的方案已经满天飞了都是他身边的人放的风这就是说明特朗普他善于利用媒体，他还没出手呢，先把你搞乱了，先让大家摸不着方向，摸不着头脑，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感觉到压力大。以前宣布是加关税60%，这回突然说只加10%，你看看有些人估计觉得还占了便宜呢，等他真正上台的时候，他也来个30%，撩拨你的神经这就是特朗普的一个特色，实际上是便于谈判，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也就是说，这个施罗德他认为咱们这个胡适还是要多观察，等待他走好。相对于这个瑞银、高盛、大摩，这个施罗德还相对中性一点。那国内的这些机构呢，那就异口同声都是牛市。2025年那绝对是牛市。所不同的，大家争论的是什么牛？有人说是信心牛，有人说是估值牛有人说是什么改善牛。同一个券商，两个团队之间居然观点也不一致。这个财联社11月26日电说，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在2025年资本市场峰会上称中国正在走上创新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 A 股信心重振牛，未来可期，核心财富升值意义深远。受到政策加力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两大市场止跌回稳，已初见成效。2025年财政政策有较大提升空间，宏观政策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发力，科技和内需有望受益。展望未来，中国仍在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企业从出口到出海的转变
也是一条转型升级之路。这个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啊，他认为叫信心重振牛。但是呢，这个中信建投公司总经理叫金建华，还有中信证券建投策略研究首席分析师陈果，昨天咱们节目也介绍了，他搞出来的是叫什么呢？2025年牛市有望从流动性牛逐步迈向基本面牛。就一个券商搞出这么多牛出来，牛跟牛之间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血缘关系，还是都是杂交的，对吧？一个叫信心提振牛，一个叫信心重估牛，还有一个叫信心重振牛，流动性牛，基本面牛。可见即便都是牛市，那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券商居然还搞出这么多牛出来，就足以说明大家是为了牛而牛，一厢情愿的。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这个中泰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他说不能奢望通过股市走强来促进消费，甚至股市走强了还会抑制消费。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我很认可这个李迅雷的说法，但是今天就有人开始反驳李迅雷的说法了。这个资深的财经评论员董少鹏他发文说中泰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不能奢望通过股市走强来促消费，或者让市来承担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并且他搞了一番数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时间段里消费数据和股指波动数据，以印证他的结论。单看他的研究很容易被唬住，似乎中国股市完全是一个经济孤儿，与经济增长、房地产繁荣、消费活跃都没有关系。如果让他进一步推演，可能还会得出中国股市与居民就业、科技创新、进出口、产业升级也没有啥关系之结论。当然和中美博弈也没有啥关系。这个董少鹏说其实不是没有关系，而是他的分析方式过于偷懒，说股指涨跌背后是买卖博弈，除了看涨跌，还要看谁在买谁在卖，还要看 IPO 增发的筹集的钱去了哪里，还要看上市公司提供的产品服务是否满足市场需要等等。不把这些因素纳入考察，弄几个点阵图，点几个点就得出股市涨跌和消费能裸无关，过于草率。股市运行和消费、投资、产业发展、就业、科技创新都是息息相关的。中国股市不是一个经济孤儿，把股市说成和什么都没有大关系，本质是制造错误和混乱的线性关系。当为股市当中各种不法活动找借口、打掩护，呼吁高层重视这个严重问题。在我看来这个董少鹏和这个李迅雷他们都是围绕着核心问题在转圈。董少鹏说李迅雷说的不对，他也是泛泛的说李迅雷不对，他们都知道是哪儿不对，但是都不敢触及害怕丢工作实际上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都是直指当下的胡适，你担不起这个大任。董少鹏说胡适不是经济孤儿，胡适与国民经济什么产业发展对吧 IPO 也是密切关系，那当然是了，这没错李迅雷他也没说不是跟这也没关系对吧？李迅雷说的更多的是胡适目前这个情形之下会更加制造贫富分化。这个董少鹏说这个贫富分化那是因为大股东减持违法犯罪，你看看实际上说的都是一回事，都是不敢说出真正的原因而已，所以只好浮于表面互相掐。董少鹏让李迅雷研究说什么除了看涨跌还要看谁在买谁在卖，这无非不就是大股东减持吗？大股东减持那是真正的叫卖，你散户机构那不叫卖，散户机构卖了是为了买，他只要不离场他都是在对吧？他把这只股票卖了买那只股票，只有大股东那是真的在卖，他卖掉了他就走了，把钱润到国外去了，这个难道有什么稀奇的吗？谁在卖真正卖的人不是小散，不是什么机构，那叫做空那不叫做空，真正做空的是大股东，他套现离场，40块钱50块钱套现涨几十倍或者10倍套现离场，这些所谓的专家经济学家难道真的不懂吗？然后说 IPO 增发募集的钱去哪儿了，那也是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增发 IPO 的钱都被大股东占用了挪用了，你不服气增发 IPO 的钱的大股东都用来去还以前银行贷款了。就这些专家天天研究股市，研究个啥呢？那是书看的太多，理论知识看的太多他没有实操，他就没有去上市公司当过什么对吧实操的，你到上市公司当个2年3年的财务总监就知道了。所以说大家不要听专家的话，这些专家这些水平说来说去都是高中生水平，就他没有实操经验，他就不知道上市公司把他钱募集之后会挪用，会被大股东占用，说好的是投在什么项目上，最终不翼而飞。你说
说这钱去哪儿了？这都是金融消费者的钱呢。说还要看上市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满足市场需要，这个大家自有公论，对吧？现在这上市公司搞的这些东西，李顺雷说啊，因为大量的筹码是在大股东手上、二股东手上，真正的散户手上筹码都不到1%。你把股市搞起来，谁沾光啊？那些大股东，那些大股东、二股东，他卖那是真卖，他减持了，人家走了，你这么多散户挣一点零头，完了还在里面消费什么？最后还买单。董少鹏啊，或许是自身的这个认识问题，或许是认识到位，但是不敢说，只好把刀啊砍向这个李顺雷，这叫文人相亲嘛。然后说李顺雷啊是为当下这个胡适啊各类不法活动找借口打掩护，你为难这个李顺雷有啥用呢？对吧？李顺雷也只是写这个什么报告、投资建议，他也左右不了。你看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这个虚增收入超10亿，证监会出手，这家 A 股公司被罚850万。11月26日晚 ，ST 智知披露，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件告知书，因公司2019年至2021年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等违法行为，证监会拟对公司予以处罚。以告知书来看 ，ST 智知的10任董事长董秘等多位管理人员参与造假行为，均也因此领到了证监会的罚单。累计算来 ，ST 智知3年累计虚增营业收入10.19亿元，虚增利润1.31亿元。证监会拟对 ST 智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850万元罚款。你看看啊，营业收入造假10个亿，然后利润虚增1.3个亿，罚款850万，这个不就是罚酒3杯吗？顶多算罚酒5杯。为什么就不把他倾家荡产？为什么不把他退市？对吧？这就是鼓励啊，这就是胡适啊。大家也知道啊，能查出来他造假已经非常不容易，就大量的上市公司恐怕都在造假，暴露的都是这些倒霉蛋。暴露了之后，你看罚个850万有什么用啊？对吧？这到底是鼓励呢，还是惩罚？虚增营业收入10个亿啊，对吧？这样的公司你不把它罚退市，留着它准备干什么呢？这公司能提供什么产品呢？那个什么经济学家、资深财经评论员董少鹏不知道这个吗？对吧？你虚增收入10个亿，直接退市就完了嘛，倾家荡产，对吧？你要都这么罚，谁敢造假？造假是高压线，一出即亡。那为什么他罚不了呢？对吧？村里面想不想罚？村里面想不想把它搞下去，让他退市？我想啊，这村长肯定想，但是他搞不动啊。每一个上市公司后面都有一个神仙呢，就像孙悟空一样啊，妖怪他都想打死，但是他每当啊对妖怪要痛下杀手的时候，天空中就飘来几个字啊，对吧？大圣请住手，大圣且慢，大圣且留他一命。退市的啊都是没后台的，或者后台已经垮台了，就这么简单，靠山被靠倒了，保不了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老是说胡适走牛，怎么走牛啊？对吧？这个牛是你不能在沙滩上建立啊，这沙滩上你建立不了高楼大厦呀。那个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借鉴呢？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造假的呢？是他们不会吗？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普华永道那也是国际对吧4大会计师事务所，按理来说啊，他也是珍惜自己的信誉啊。像这些会计师事务所，信誉比他的生命重要，信誉没了，这会计师事务所啊也就完蛋。但是为什么他到了大国之后，他就同流合污了呢？为恒大掩护呢？出具这虚假的报告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家想一想啊，许老板倒台之前，谁敢动他？谁能动他？所以普华永道也得老老实实出这个标准报告，一个步子都不敢说。当然你可以说啊，你普华永道可以不接这个业务，那普华永道不接恒大，他接别的一样的，这一碗水都混了，对吧？湖里的水都混了，你说除非他说我不在你大国做业务，那可以。所以你看他这次被罚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己背着吧，谁让你造假。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看这样子今天胡锡进老师又赚了不少啊，多收了3、5斗啊。胡锡进老师啊这2天在网上啊莫名其妙的，他不指名道姓啊，他就是说啊对网上啊这个网民啊网友对个人或者对企业进行这个一边倒的批评。他说啊，互联网很严厉，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非常可贵。同时我个人也认为，互联网不应是审判席，舆论监督不能延伸为强制判决和执行，尤其是当涉及一个具体的人前途和命运时，互联网的意见表达要由集体克制。互联网很容易形成激烈情绪，要求封杀重判，正所谓略所称的死刑起步。互联网上判决一般都是死刑起步嘛。他说，而被互联网聚焦关注的今
经常是生活中的小错误要处理，但也不应处理过重。希望各地都能重视互联网上意见，但如何处理有错之人问题上，还是要依法依规，不要因为舆情大就要做过度惩罚。他说，我们社会既明对错，又留有让人跌倒了爬起来的充裕时间，是最好的。他今天又补充说如果不是网上不同意见彼此讨论争议，而是针对具体企业和个人一边倒的批判，我认为真的应当适可而止，特别当他们所犯错误并非很严重，没有触犯法律，只是存在不妥，触犯了人们某种感受时，否则我们很可能就是在找软柿子捏。他是既弘扬正能量，维护公序良俗，又保持必要的宽容，不对小的犯错上纲上线。我们的互联网应当有集体能力把握这样的平衡，因此大多数批评应就事论事，而不该无限扩展。人错一件事就被挖坟，骂得一无是处，谁都不应把搞臭一个企业或一个人当成目标。首先我读完之后我感觉胡锦老师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那个体操运动员，就是那个吴柳芳还有一个他说的企业很有可能就是潘东来。胡锦老师为什么现在不敢直接点名呢？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乖了，害怕遭到反噬你看他明摆的明显是在支持这个吴柳芳，但是现在舆论是不是都在倒吴柳芳的比较多？胡锦老师现在已经学乖了，他不敢迎难而上，不敢亮明自己的观点，开始偷偷摸摸的在下面嘀咕了。而这个网上这种叫网暴，这种所谓的道德标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这股歪风不就是有胡锦老师的一份功劳吗？咱们一直在说胡锦老师跟加特老师还有个北大的那个什么三妈，这是3剑客当年在网上兴风作浪，现在知道厉害了，害怕被反噬，所以连批评连说好话，连为人家解释一下都不敢点名，这叫作茧自缚。这个吴柳芳人家拍的短视频，明明衣服穿的比参加比赛，对吧？体操比赛那穿的还要多怎么就变成低俗了呢？如果他拍的视频那都叫低俗，那体操那动作那更低俗总之胡锦老师是叫自食苦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一想在他和加特老师还有三妈老师三剑客这个受益之下，或者是带动之下，这些网络暴民网暴了多少人？那些人现在都在互联网上，在社交媒体上已经销声匿迹不就是拜他们所赐吗？最近2天这个薇薇老师也有新的这个研究成果。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呢？他第一个成果他经过研究得出，说美国本土几乎没有经历过外部入侵战争，美国若加码援助乌克兰，导致俄军导弹打到美国，他说美国松散的各州一定会乱成一锅粥。节目中这个薇薇老师他对比中美两国，他提到说美国本土就没有经历过这个外部入侵战争除了当时的独立战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911，那是恐怖袭击，这2个除外。如果美国本土遭到真正的外部力量打击，美国各个州会乱成一锅粥，因为美国没有整合的力量。视频大家自己去看我是看了视频的就是我想起了这个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珍珠港算不算美国本土？这个薇薇老师的这个理论非常高明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没有挨过揍，所以到时候打起来你不一定打得过人家。反过来说，就是你要挨过揍的，你反而是优势。这有点像那个什么苦难兴邦，这是一个逻辑所以美国人的缺点就是你没有挨过揍，你小心点。如果美国对吧，这往后他一直这样，战争战火烧不到美国，那美国一直是个遗憾。你就总缺点什么，就没挨过揍，没有挨过揍，你不要乱说，不要说自己强大。所以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你只有挨过揍的人才能说自己强大，没有挨过揍的人，你照这个逻辑你比如泰森你没有被人击倒过，那你不能说自己强大。问题是薇薇老师恐怕忘了，确实是别的国家打不过去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它打不到美国本土呢？那是美国的错是吗？是美国不够弱是吗？古巴导弹危机谁掉链子了？如果他这个逻辑的话，那日本就应该是世界第一，因为只有日本真正的挨过原子弹，那他理所当然应该是第一，谁也打不过他。然后再反过来说那按照薇薇老师逻辑，那俄罗斯本土好像除了这次乌克兰人也没这么挨过这个暴击二战中虽然这个短暂的打到了莫斯科郊外，也打到库尔斯克，但是很快人家失败了。80年俄罗斯的
本土没有遭到外部势力打击，以前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打击啊。那怎么证明俄罗斯它就有整合的力量呢？然后按照维欧老师说法啊，他说俄罗斯不惜直接把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那俄罗斯本土也没有遭受这个洲际导弹啊什么核武器的打击啊，那怎么就证明俄罗斯它就能整合成团结的力量，对吧？能够反抗美国呢？所以说这个维欧老师这说法非常奇怪啊，本质上就是什么呢？维欧老师他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啊，原点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谁流氓谁有理，谁流氓谁就厉害，本质上就是这个。然后维欧老师啊，还有一个我看也是最近啊，他在什么这里就是中国这个节目上说的，他研究得出啊，他说中国啊早在2014年就超过了美国，为什么呢？根据购买力计算啊，说中国10年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遥遥领先，咱们是排第一，然后是印度的购买力按这个算也超过了美国，排第3。然后这个观点是谁说的呢？他说普京说的，普京的俄罗斯的购买力算，对吧？是什么也是排第2。总之啊，要按购买力算，那美国是远远落后啊，靠边站，这个还真是天下奇闻呢。这个咱们啊10年前就超过了美国，这购买力啊，咱们有没有超过美国？这是我还真不好说啊，因为这个统计局就告诉你，对吧？每年你的收入涨了6%，你说你没涨，那问题统计局说你涨了，那你说怎么办？对吧？你要再狡辩，你说你没涨，让税务局查查你，看你涨没涨。所以这个咱们啊，到底购买力有没有超过美国，咱还不清楚，对吧？总之咱感觉到这个是不是收入越来越低啊，日子越来越难过啊？但是维欧老师他就告诉你，你已经超过美国了。当然了，如果把大头加到一起，说不定你的购买力真的超过美国了。关键他大头他不给你啊。然后啊，说俄罗斯的购买力也是超过美国，这个俄罗斯咱知道，对吧？俄罗斯的购买力超过美国，问题是俄罗斯你购买力超过美国了，你买了啥呢？老百姓没沾光，对吧？你买的都是导弹、炮弹、坦克、飞机，都扔到乌克兰炸掉了。你那个购买力强，人均购买力超过美国有什么意义呢？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对吧？都被你在那放烟花放掉了，完了以后还得赔啊！你炸坏人东西打败了要赔啊，赔上100年。要买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有网友总结的好啊，说不是你用华为用苹果，而是你相信张维为轻产是遥遥领先，而我相信张维迎实事求是，崇尚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